啟述第6章第10至到第11節，大聲喊着說：聖潔真實嘅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嘅人，給我們伸流血嘅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着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嘅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嗱，或者大家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你冇睇到嗰種矛盾。咩矛盾呢？第一個矛盾就係到時肯定係一個申冤嘅時候啦，因為呢班人好明顯啦，被殺嘅人呢，佢哋係合理嘅，因為佢哋要求申冤嘅原因，因為佢哋俾人害死嘅，即係佢蒙在鼓裏啦，係咪死得冤枉啦，係咪？所以要申冤啊！所以個聲音唔係話，喂，你哋搞錯咗，你哋唔應該冤枉無辜，冇人害你哋喎，唔係。到時原來有好多人俾人害死嘅，害死原因我哋知道啦吓，原因就係話到時喺地上死剩嘅嗰一班人害死佢哋嘅，所以唔怪得佢話希望神審判最住在地上嘅人啦。但係第二樣唔合理嘅原因係咩呢？就係好多人去睇啟述嘅時候，其實會輕機啊，會完全停晒，仍唔知道呢度講緊乜嘢嘅原因就係明明啟述係神嘅審判噶啦，係咪先？明明係神審判，即係神掌權噶啦，呢度講到。逐個印神開噶嘛，係咪？即係神威晒噶啦，神掌權啦，神都翻嚟審判啦。咁但係點解仲要有基督徒要死嘅咧？仲要等佢死被殺嘅數目滿足，唔係話等佢信主嘅人數滿足。你有冇留意啊？喺新約好多地方係講緊等到得救信主嘅人數滿足。但係點解呢一度啊喺神完全掌管，神係可以去審判，神係可以做咁多嘢嘅情況底下，仍然仲要等呢？咁殘忍呢？神要等到啊！呢啲僕人啦，呢啲弟兄啦，都好似呢一啲喺祭壇底下嘅人一樣，係被殺嘅數目滿足咗呢？點解呢？弟兄姊妹，你見唔見呢？呢個就係好多人去睇呢一啲嘅時候，完全係脫離咗聖經同埋神嘅聖言呢，係自己去諗出一個呢7年大災難嘅概念出嚟。如果當我哋咁樣睇嘅時候，我哋就會明白殘酷大學存在其實係神認可嘅。殘酷大學嘅存在，就如我所講，就係當我哋呢個考試我哋唔合格，神會俾一個補考我哋。呢度唔係講緊一班嘅忤逆嘅人啊，或者一班嘅神要審判人，佢講明呢啲係神嘅僕人嚟嘅，OK， 同埋佢哋嘅弟兄嘅，係咪？呢個係講緊教會嘅肢體，佢講緊要等埋佢哋一重被殺嘅先至得。而事實上跟住我分享過喺第7章第9節開始就講到呢一班人全部喺大災難一路死，一路去到神嘅玻璃海上邊啦，係咪？而事實上呢個數目去點樣滿足啊？喺第12節俾我哋知道咯。跟住因為呢個災難繼續惡化啊嘛，而災難惡化嘅時候咧，喺第12節嘅時候就係揭開第6印，但係亦喺第12節揭開第6印嘅時候，天黑嘅時候咧，日頭變黑嘅時候點樣啊？就係啲人去躲入去地堡咯。你見唔見咧？就係點解就係話呢3年裏面我同大家去分享就係話，其實如果係有3日黑夜嘅話，又或者全球海岸線事件嘅話咧，我哋要做一樣嘢，我哋一定要懂得乜嘢？冇人通知我哋就會點樣啊？我哋俾人害死，然後我哋死後就走去要求神去為我哋伸冤啊！我哋唔使搞到咁樣，明唔明啊？因為嗰啲就係呢一班淨係穿白衣嘅。我哋其實你會睇到從呢段經文嘅前文後，你俾我哋睇見呢，我哋真係活喺一個好現實，就係而家呢個時代。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全球去瘋狂去掘金賣豬仔嘅時代，或者大戰希特拉同呢啲西方嘅國家打仗嘅時候，我哋而家講緊呢，我哋喺一個好指定嘅時刻呢。我哋講嘅每一個嘅線索，同埋我講緊而家全球最大嘅線索呢，都係同第6章由第1印開到第6印呢，都係有關。喺度我就嘗試同大家去實際分析，究竟我哋而家現時我哋見到嘅事實係乜嘢？而呢啲嘅事實全部係唔係1至6印嘅所有初形嘅事實就係咩呢？就喺現實嚟講呢，實質嘅現實嚟講呢，我哋聽見就以色列不斷講話和平啦，係咪？奧巴馬不斷講和平啦，不斷話簽和約啦，係咪？另外我哋又咪見到好多嘅彼此相殺呢？我哋係咪見到呢一啲嘅開始有打仗同埋打仗嘅聲音呢？第三，我哋係咪見到呢啲嘅饑荒啊？我哋講嘅全世界食物搖籃啊，呢啲嘅食物慢慢缺乏啊！我哋講過連香港咁富裕嘅地方同埋咁多補貼啊，講緊嚇，即係我哋嘅食物其實係好多補貼先至可以有呢個價錢，但係我哋嘅食物都係升嘅。咁其他嗰啲地方會點樣？我哋而家係咪見到就係話呢？真正知道內幕消息嘅人呢，佢哋所作嘅預備同普羅大眾啱啱係好似相反嘅呢？呢一啲嘅
君王啊呢啲嘅神宰，一邊咧就去預備咧我哋所講嘅 Plan X 臨到，如我所講啦，佢哋預備太空船啦，佢哋預備呢一啲嘅挪亞方舟啦，佢哋預備呢啲嘅地堡，而另一邊咧就係佢又瞞住全世界咧。好啦，咁我哋講到關於未來啦，好多可信嘅俾我哋知道能夠可以藉着科技、科學同埋人類嘅機能，花西或者 Webbob 去預知嘅，都俾我哋睇見呢，就係佢哋講緊一個嘅圖片呢，就係呢一班有錢人，呢一班嘅政府，佢哋係好仔細一步一步點樣預備呢，佢哋能夠進入地堡嘅所有步驟，裏面包括佢哋預備嘅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啦，佢哋預備咗嘅軍閥統治啦，喺過去嘅由1980幾年嘅拉博呢啲嘅事件啊，跟住再藉着佢哋好多呢啲嘅裏邊嘅呢啲嘅高官啊，或者呢啲嘅君王啊，或者甚至呢啲公主啊，或者呢啲嘅將軍啊，佢哋走出嚟講翻就係話佢哋攞咗呢啲嘅錢啊，拉博呢啲嘅錢啊，用呢啲嘅人造衛星射上去太空啊，佢哋都係為咗咧嚟緊將會出現嘅一個好大嘅災難咧。佢哋預備好多個地堡，呢啲錢去晒嗰度，而導致其實而家我哋所講嘅經濟崩潰咧，原因就係佢哋不斷印銀紙，係然後呢啲錢咧買晒全球好多呢啲嘅資源，但係呢啲資源我哋唔見佢喺過去咁多年當中用喺美國嘅設施，或者好多人都會以為，咦，美國買咗咁多石油啊，買咗咁多金啊，買咗咁多呢一啲嘅物料啊，即係全世界打仗打到咧，周圍都有戰事，就係嗰啲國家唔接受佢哋嘅美金做買賣嘅咧。一定要接受黃金嘅呢一啲嘅，無論係我哋講緊利比亞，我哋講緊關於呢個嘅伊朗啊，全部都照打佢。好啦，但問題佢攞咗咁多呢啲資源，佢攞咗直成個地球當中咁多呢啲國家嘅資源，用美金去買，同中國又去買好多呢一啲嘅稀土啊，同呢一啲嘅地方又買好多石油啊，佢應該做咗好多路噶。但係問題你而家試下睇翻過去呢20年當中，由80幾年咧，人造衛星佢做好多啊，太空科技做好多啊。但係問題，全美國嘅所有橋啦、水壩啦、公共設施啦、路啦，全部係失修噶。你睇翻嗰啲本來應該用買翻嚟嘅石油呢一啲嘅副產品去修理嘅呢地方咧，嗰啲嘢唔知去咗邊喎，嗰啲物料直成完全唔知去邊。而家淨係見到咧呢個咩所謂財政懸崖啊，原因就係話佢不斷印銀紙，但係買好多嘅資源咧，但係又唔係使到自己嘅國家咧喺地面上邊咧係擁有咁多設施嘅。點解地面嗰啲設施全部呢20年當中唔維修嘅咧？路啦、橋啦、水壩講緊嚇，你淨睇翻，你淨查翻呢啲字啊，你睇翻啦。直情我哋所講緊嘅美國好多呢啲嘅設施咧，起咗之後過去20年咧，絕大部分係完全唔維修，淨等佢爛嘅。咁但係問題嗰啲嘅佢哋打仗攞翻嚟咁多呢啲嘅資源，咁多呢啲嘅石油去咗邊咧？其實就係做咗呢啲地堡啦，就挖空成個山咧，喺裏邊做成個嘅城市同埋社區啦。我哋係咪活喺一個咁樣嘅時代呢？如果你將我過去呢3年所俾你哋嘅所有圖片去組合埋嘅時候，而家當你睇啟示第6章嘅時候，你明唔明白點解我同大家去講呢幾人？你明唔明白點解我同大家講？咦，其實呢，我哋避難嘅時候要預備埋3日黑暗，因為呢，冇可能係咁啱嘅。無論我哋講緊嘅地球嘅大自然、災害、戰爭，我哋講緊所有呢啲君王富戶所做緊嘅嘢，再加埋呢好多呢一啲預知，無論係直接先知啦，無論係直接電腦啦，無論直接死過翻生翻嚟嘅人講啦，呢2年將要發生嘅嘢呢，其實喺第6章全部記載晒，而並且唔單止呢係嗰種嘅形式，每個角色所做緊嘅嘢，並且連個次序都一樣。點為之每個角色所做緊嘢，大部分將會被害死嘅人呢，都仲係信緊呢啲所謂專家。所以你諗下佢哋死咗，佢哋會點？大部分所謂會納入地堡嘅呢啲嘅專家、君王啊、軍人呢，佢哋過去用呢啲錢啊，用呢啲嘅時間去做呢啲嘢呢，佢哋用盡所有嘅方法去做隱瞞，而令事呢喺我哋已知嘅同埋預測嘅，無論大自然或者呢個地球同埋氣候同埋地震，都如我哋2009年嘅時候所預測嘅一模一樣。咁我哋仲需要等啲乜嘢呢？我哋仲要需要等啲乜嘢先信呢？我哋所有無論人物啦、角色啦、事件啦，全部都係照翻呢度編排出嚟。全人類歷史啊，未試過有一段咁嘅時間，
因為如我所講啦，我哋而家所講嘅災難百年一遇，但我講緊百年一遇唔係話呢啲百年一遇曾經喺某一年當中全部百年一遇出晒啊嘛？你知唔知道？歷史上冇噶，你知唔知道啊？唔通係10年前曾經一次過出現百年一遇嘅嘢？冇啊！如果有嘅話，咁而家發生嘅嘢都唔係百年一遇啦，10年一遇噶啦已經，係咪？所以我哋講緊而家5000年一遇啊，500年一遇啊，100年一遇啊，50年一遇呢一啲呢，係未試過喺同一時間喺同一年裏邊出現嘅。你知唔知道？冇可能可以喺同一年出現噶。如果係嗰啲係5000年一遇，我哋能夠一早去預測估計我哋地球會發生呢啲嘅變化嘅原因呢，即係藉着 Planck 嘅研究呢，根本呢一個係最科學嘅方法呢，去估計到而家發生嘅嘢。但係就如我所講，當 Planck 嚟到嘅時候，就好似舊約所形容呢個係耶和華審判嘅日子嘅話呢，佢臨到嘅時候呢，其實喺第六印所講嘅嘢呢，係會一霎時間發生嘅。但係感謝主，就如我所講，叫大家可以預知嘅其中一個元素呢，就係世界大戰同埋呢撤僑。因為點解啊？仍然係嗰句，所有做打仗嘅，所有做管理政治嘅君王同埋將軍呢，佢哋一早知嘅，所以佢哋為着咁龐大端百萬人要進入地步呢，其實佢哋一早已經預備晒所有嘅梯階同埋呢啲嘅劇情噶啦。啟示錄第6章第10至到第11節，大聲喊着說：聖潔真實嘅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嘅人，給我們伸流血嘅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着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嘅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誠心的禱告，靜心仰望你，求上帝施恩拯救痛悲，神施恩看顧，偏偏常念記，常念記失喪眷顧傷悲，因主的看顧未有曾忘記，在患難逆境大愛沒遠離，顧念中失喪靈魂，常垂憐傾聽主施恩眷顧答允，護庇。